亲爱的学子，今年的樱花是不是都已经谢了？现在纵使我在匆忙赶往那个城市已是枉然，甚至连落到泥地上的花瓣都被风吹散了，真的感到有些悲伤。春天像短暂停住的候鸟，突然飞走了，什么也不留下。然而你一定会露出灿烂的笑容，安慰我说，明年樱花还会开啊。我当然知道，但是现在的心情就是想看看今年的樱花哦。今年的心情跟明年的心情是不一样的，今年的樱花跟明年的樱花也是不一样的。一切都太迟了吗？写封信来告诉我今年花开的热烈绚丽吧。又想念你，跟想念樱花盛开一般。祝好哈日族灯辉4月20日。親愛的雪子，今年的櫻花是不是都已經謝了？現在縱使我在匆忙趕往那個城市已是枉然，甚至連落到泥地上的花瓣都被風吹散了，真的感到有些悲傷。春天像短暫停住的候鳥，突然飛走了，什麼也不留下。然而你一定會露出燦爛的笑容，安慰我說，明年櫻花還會開啊。我當然知道，但是現在的心情就是想看看今年的櫻花啊。今年的心情跟明年的心情是不一樣的，今年的櫻花跟明年的櫻花也是不一樣的。一切都太遲了嗎？寫封信來告訴我今年花開得熱烈豔麗吧。又想念你跟想念櫻花盛開一般。祝好。